来看代替甲观光业者合作，甲华人火车头的后站大厅规划做全台湾头一间的火车贵宾室。另外，嘛伫前站内设脚踏车的补给站，咱做伙来看卖。华人火车头后站的大厅，原本无咧用的空间，即马变做哪像是高级的咖啡厅。宽阔的空间，金属设计的设计，现场提供各种的食食。你可以行过，就是机场 VIP 休困室。不过其实这是代替头一个礼宾候车室。这个应该是在台湾铁道史上的一个创新跟创举。这些行为，我想台铁都希望我们跟国际接轨，所以把轨道经济跟现在全球在讲 ESG 的这件事情，低碳旅游是一个全球风潮，而最低碳的运具就是铁道。另外，进站出口有设置自行车补给站，会当租铁马、甲电扶车等等，也有洗分数的设备，甲行李托运直接送饭店等等多元的服务，互观光更加利便。这两个设施或者是服务呢，其实象征着我们对于东部我们观光旅游一个全新的开始那包括我们对于服务品质的提升，各项软硬体提供的一个程度。业者强调讲，除了乌日、南港、左营、甲枋寮各站会打造礼宾候车室，那自行车补给站会伫全台湾13个车头来设置。应该是会蛮方便的。只有周休二日，我想要去哪里骑车，带我的车其实不方便。对啊，那如果说到站这边有的租借的话，这个会比较方便。不过嘛，提醒民众，礼宾候车室目前敢若提供互代替的会员，或者是 EMU 3000型天分坐乘的乘客，也有特约的客户，卖当现场加入代替的会员，就当随使用相关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